1995专线志工，这是一阵无名英雄。24小时透过电话陪伴着真侪人行过生命当中困难的时刻。有6个县市的生命线协会特别举办着联谊的活动，希望志工买当好好来放松。 伫咧1995专线背后是有一张不思奉献志工伫咧付出，透过电话来陪伴真侪人想袂开时刻。这志工嘛毋是超前，嘛是需要来互关心。所以伫咧逐年中部地区的生命线协会都会轮流办理联谊活动。为了让新进志工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能量，我们就常常办在职训练。 各地区真侪生命线志工，拢是因为想要甲人斗相共来加入这生命线，透过24点钟的电话守候，陪伴听乡亲的心声。这是一个真好的机构，因为它可以帮助别人，又可以成长自己。透过逐年一摆中部6县市的生命馆协会联谊活动，希望这阵无私奉献的志工，卖当好好放轻松，在咧关怀他人的同时，卖当偷放压力，照顾好家己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